后来这个礼拜日就是国庆日咯，中华文化总会来发布一段台湾勇敢前行的影片，感谢台湾人伫2021年的付出。尽管这2年来遭受到疫情的冲击，不过台湾人靠着自律甲谨慎，度过一波搁一波的危机。这个影片当中，佫特别讲到台湾的护国神山永远拢袂倒，因为全台湾2300万人都是台湾的护国神山。经常有人说，台湾人是汉吉阿命，不管时事艰难，都可以落土生根，开枝散叶。这是人命，嘛是论命。唔惊风吹日晒，也是雨淋，各行各业拢真拍拼。2030国庆只剩4天，中华文化总会透大特别公开这段影片，感谢2021年台湾人替这片土地拍拼坚持的每一步。上一代的台湾人一步一脚印，走出自己的价值。年轻这一代更已经走出台湾。2021年，台湾人以实力伫奥运创造真好的成绩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虽然下半年捌遭受到疫情的打击，不过台湾人依然挖靠自律甲谨慎度过危机。台湾的护国神山永远不会倒，因为它就是这座岛上2300万的台湾人。台湾人共度一心，面对危机做伙解决，依着这份严硬，唔惊有偌大的风雨。只要咱心头抓好定，手牵手，做伙撩起过岭，继续勇敢向前行。